嗱好啦，因為中國嘅金屬棚架市場好大嘅，大到點啊？大到而家有2000億咧係產能過剩，因為大陸而家經濟崩潰，冇人起樓啊，生產咗啲棚架，嗰啲叫做咧金屬棚架點算啊？去唔到貨啊！咁去唔到貨，大家記唔記得中共會做啲乜嘢啊？任何嘢產能過剩就搞一帶一路推銷出去，而香港正正係向全世界推銷嘅呢個示範單位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竹棚就成為呢個叫做咧孭鑊，跟住咧就變成咧就金屬棚架。好啦，咁究竟呢一個金屬棚架有幾大呢個市場啊？而家有多達上萬間嘅企業咧，就想分呢塊肥豬肉。嗱咁啊，因為咧大陸經濟崩潰咧，產能又過剩啦，行業出現一個淘汰潮。嗱好啦，咁啊外界當然關注嘅問題係乜嘢咧？我哋關注就唔係咩捉唔捉棚，而係以後最好唔好發生呢啲咁嘅火災。